老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招闻。讲新闻老台语，国内外大小事人为头来讲起。最近有新闻报道讲，有一寡台语是敢若老一呢才会晓讲，是较单调、较正版的台语。像讲口角破格了然，真敢咧听少年辈讲过，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罕咧看、罕咧写，有一寡看板拢是用中文的对同音来形容台语字，真做是咱咧讲的花青文。老台语讲新闻，时间到主播陈建伟带咱来捌招闻。讲新闻老台语，中华大小事为头来讲起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建伟。最近呢，有一个网友伫网络顶悬留言，问了一个问题，引起大家讨论，到底是啥物款的问题呢？今仔日老台语讲新闻，找大家做伙来讨论。第一张图来看卖，原来就是问了这个问题，啥物款的台语是时大人才会讲的台语，这个问题一问出来，就引起大家讨论。咱争取5个词、6个小句，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。第一个词就是这口角。伊是啥物款的意思？少年人讲有讲过，原来的意思就是讲一世人拢无路用，无出台意思。另外第二个词就是这破格，讲一人真衰，若是含伊斗阵相处的时阵，会带来不好的命运，就是破格这个词的意思。另外第三个就是了然，讲一个人若是个性无好谈，真正是了然哦，就是讲这个人真正是真无彩，真无出台意思。第四个这个俗语就是讲。讲甲一本机做无一堂时，就是讲一个人一支嘴好累累，真够讲，啊毋过拢无法度实现，无法度做代志，就是即句俗语的意思。第5个俗语就是讲这碰到底命，就是讲一个人巴肚大大坑，真无健康，就是手插别人，较早死，较底命。好来看卖这5个词、5个俗语，其中这口角。啊，毋过你敢知影这口角的由来是啥物咧？第一张图，带大家来做伙来看卖，这口角这角银角啦，只会当扣这银角啦，无法度趁大钱，就是讲这个人无路用，无出台意思。另外第二个就是古早时代，咱雕刻这身上的时阵会用插头，爱甲这插头边边角角磨掉、拄掉，啊，这个时阵若是甲这插头拉伫涂骹，这个物件拢是无路用物件，所以别人拢会讲。意思就是讲无路用的意思。第三个就是讲，这野兽动物、活跳跳的动物，若是关入去笼仔内底，伊秘伫边边角角未来都真正是无出脱。所以嘛有人讲，这个就是这口角由来。第四个就是讲，古早时代若是一个所在发生真大的命案、真大的事件的时阵，这时阵皇帝就会下令讲，爱甲这城门口这厝尾顶边边角角4个角，其中一个角爱卸掉、爱抹掉，这时阵代表这个所在出过大代志，所以嘛有人讲，这个就是口角由来。啊，毋过平常时大家拢有讲，口角由来其实是用头前这2个。好，除了这时大人才会讲的一寡台语，其实伫生活当中，嘛有真侪台语，甲阮的生活当中是有关系。亲像是徛伫街仔头，大家看到的空板，看到的招牌，其实内底嘛有真侪是甲台语有关系哦。第一个来看卖，就是这好米牙。好米牙是啥物款呢？两较紧就变做台语的好米啊，就是讲好食好康的物件。另外第二个就是这腰包草，腰包草又个是啥物款的物件咧？原来两较紧的同款嘛是台语。腰巴叉，就是讲一个囡仔人，若是食饱的时阵，还是无食饱的时阵，巴肚足枵的时阵，拢会直直翻、直直哭。这个时阵就会讲这腰巴叉意思。另外第三个就是看这真奇怪哦，真趣味哦。来看卖这结婚的婚，刀走的刀，卖物件的卖，啊，有这两，这几个字合做伙，又个是啥物款的意思咧？原来两较紧的变做是台语，就变做昏头卖乱蛋。昏头卖乱蛋，就是讲食薰了后，这昏头千万卖黑白蛋，卖造成环境的污染。另外第4个来看卖秋丽母，秋丽母又个是啥物款的意思咧？原来两较紧的同款变做台语，苦润母就是这红豆饼内底，除了会当包红豆，嘛会当包这苦润母，就是这。另外来看卖这个。牛奶的奶，鸡的鸡，这2个字合做伙，又个是啥物款的意思咧？原来念做枸杞，念做奶汁啊，原来就是台语一种水果，红红的，甜甜，真好食，一种水果叫做是奶汁。好，一寡真趣味生活当中的台语，啊，有一寡时大人才会讲的台语，提供给大家参考。这就是今仔日老台语讲新闻的时间。